約翰福音第19章。所以比拉多下令鞭打耶穌，並呢用力地鞭一當面料戴在佢嘅頭那當，要留佢着紫色嘅長袍。佢就進前對佢講：猶太人嘅王萬歲！然後用巴掌麻扇佢。比拉多又出來對眾人講：你哋看，我帶佢出來到你哋面前，俾你哋知，我查唔出佢有乜嘅罪。耶穌就出來，帶定那個面料，着定紫色嘅長袍。比拉多對佢哋講：看啊，兩個人。祭司長和升天嘅衛兵一看到耶穌，就大聲喊講：將佢當十字架，將佢當十字架。比拉多對佢哋講：你哋自家帶佢去當十字架，我查唔出佢有乜嘅罪。猶太人講：我哋有一條法律，就這條法律，佢係該死嘅，因為佢自稱係上帝嘅來嘅。比拉多聽到佢哋咁樣講，就越驚，再倒轉去總督府，佢問耶穌講：你到底係對哪位來嘅？仲係耶穌冇應佢，比拉多對佢講：你唔愛我嗎？你愛佢哦，我有權好表你，也有權好將你當十字架。耶穌講：那唔係上帝將倆權柄交俾你，你就無權好判我，所以將我交俾你嘅人，佢嘅罪還加重。比拉多聽到這個話，一想愛表耶穌，仲係猶太人親恨講：你那係表記，就唔係皇帝嘅朋友，盲人自稱係王，盲人就係皇帝嘅天人。比拉多聽到佢哋咁樣講，就帶定耶穌出來，猜殺界。希伯來話按到加巴他嘅所在開庭審問。今日係盼過節嘅一片日，臨當主，比拉多對猶太人講：看啊，你哋嘅王。佢哋就親恨講：主太佢，治死佢，將佢當十字架。比拉多問佢哋講：愛我將你哋嘅王當十字架嗎？祭司長應講：皇帝真係我哋嘅王。因為咁樣，比拉多將耶穌交俾佢哋去當十字架，佢哋就將耶穌帶走。耶穌出來，騎定自家嘅十字架，來到名按到條拿鶴嘅山頭，希伯來話按到各各他，在嗰位，佢哋將佢當在十字架上，另外還當兩個人，一天一個，耶穌在東岸。比拉多又寫一堆牌嘢，喊人當在十字架當過，嘅牌嘢寫定拿撒勒人耶穌，猶太人嘅王，又請到猶太人看到呢牌嘢所寫嘅，因為耶穌當十字架嘅所在離開上無幾遠，呢牌嘢係用希伯來、拉丁和希臘三種詩寫嘅。猶太人嘅祭司長對比拉多講：莫寫猶太人嘅王，愛寫啲人自稱係猶太人嘅王。比拉多講：我所寫嘅都唔得改。因為當耶穌在十字架當以後，就將佢嘅外衫分做四塊，一衫一塊。佢哋又拿佢嘅內衫，呢內衫唔係用線夾起來嘅，係幾塊布嘅切成嘅，所以邊呢彼此商量講：我哋唔好將佢拆開，來出錢咩？看萬人得到。也應驗聖經所講嘅，佢哋本來嘅外衫，為外嘅內衫出錢，佢哋邊呢正經就按樣做。佢在耶穌嘅十字架上頭嘅，有耶穌嘅阿妹、老家妹嘅老妹，還有基路帕嘅伴娘瑪利亞，老馬太拿嘅瑪利亞。耶穌看到家妹老佢所寫嘅學生佢在上頭，就對家妹講：阿妹，你看亞拉耶。佢又對嘅學生講：你看亞妹。對這時開始，嘅學生就接耶穌嘅阿妹到自家嘅屋下去吃。耶穌對一切嘅事已經成就，為到我應驗聖經嘅話，就講：我再走咧。
在隔壁有一只缸呢，裝点酸葡萄酒，佢哋手拿海面浸酸葡萄酒，搭菜牛切草嘅光蛋糕，送到家嘴唇。耶穌啖一下，就講：萬聖禮。停定，佢嘅頭拿大下來，就彈起屍體。今日係盼過節嘅一片日，片日嘅安息日係神聖嘅大日咧。猶太人嘅領袖唔愛安息日，要神死留在十字架上，就要求彼拉多喊人打斷受刑人嘅腳，將神死解下來。並呢封面出去，將佢同耶穌扛下當十字架嘅頭一剎，然後另外一剎嘅腳打斷。佢哋行向耶穌，看到佢已經屍體，就冇打斷佢嘅腳，仲係有一個兵呢用槍戳佢嘅腋下，任時血流水就流出來。看到嘅人就做見證，愛本兒就也信，佢哋佢所見證嘅係確實嘅。因為係佢親眼看到嘅，因為呢條事愛應驗聖經所講嘅話。而嘅骨頭連日記也唔會本人打斷。聖經又有一句話講：而條愛仰望自家用槍所戳嘅人。呢條事以後，有一個亞利馬太人約瑟請求彼拉多，准佢將耶穌嘅身屍量去。約瑟係耶穌嘅學生。佢因為將猶太人嘅領袖唔敢公開，彼拉多答應佢嘅請求，約瑟就將耶穌嘅身屍量去。佢實在安布時來見耶穌嘅尼哥底母，同約瑟共下去。佢帶定沒藥、老沉香、夾嘅香料，約有30公斤。佢兩撒用抹地香料嘅麻紗，將耶穌嘅身體纏好，這係猶太人葬禮嘅規矩。在耶穌當十字架嘅地方有一堆鹽呢，地背有一隻唔是中國人嘅新墳墓，因為今日係猶太人嘅一片日，嘅墳墓有清權，佢哋就將耶穌葬在嘅位。